中山樓市知多啲，係歡迎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今日係聖誕節啦，先同大家講一聲 Merry Christmas。人到中年咧，好似時間真係過得特別快啊！今年好似都冇做過咩事咁樣，就一眨眼咧又過年啦。咁好啦，話歸正題啦。我早兩日唔係出咗一條片係關於雅居樂地產嘅一啲現時嘅一個負面信息嘅咩？呢條片本意咧係提醒我哋嘅觀眾朋友，即係你喺買樓做決策嘅時候咧，一定要對呢個發展商嘅背景啦，以及佢最近嘅一個經營情況啦做足功課。如果唔係，到時候踩到雷你都唔知為乜。但係呢條片出街之後咧，就有啲人佢唔知係雅居樂嘅工作人員啦，或者係佢嘅一個受益者啦，總之係發私信俾我，話我冇資格去評論雅居樂，叫我將影片刪咗佢。因為呢件事咧，我琴晚真係冇瞓好，一晚都冇瞓，我反反覆覆喺度思考，喺度諗。雅居樂呢啲負面嘅信息係公開嘅，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嘅。我只不過係咧將佢整理融合，講事實，然之後咧表述我自己嘅觀點，提醒到我哋嘅觀眾朋友。如果你已經買咗雅居樂嘅樓盤，應該點算咧？如果未買嘅話，你又如何去做一個抉擇咧？我所講嘅嘢咧，全部都係基於現實，冇一句係歪曲事實、弄虛作假嘅。咁基於呢個事實嘅面前，作為地球上面嘅任何一個人，我覺得都應該有呢個說話權，並唔需要你所謂嘅咩資格咁你哋話咧？咁講咗雅居樂地產之後咧，我又不得不講一下佢嘅難兄難弟三鄉本土嘅發展商世光創建啦。咁 Henny 咧喺三鄉呢邊咧都生活咗20幾年，同你哋講一啲最真實嘅情況，喺度收集緊資料啦，好快咧就可以出片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歡迎 follow 翻 Henny 嘅頻道。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